哎，其实你3次人生的，我还蛮结婚的原因就是我曾经有一个男朋友，向他扮演的。哦。你唔讲你要讲到结婚的。扮演就脱小红人啲嘛。差不多。係啊。不過要結婚嘅時節，我發現佢腳踏雙條船。腳踏雙條，係咩場面？老幾場講槍法。你前任，你男朋友發現男我嘅船中嘅客家人。嗰種其實男我係渣。係啊。嗰種係咧，佢對感情、對婚姻都都冇安全感。哦。很退狗，係啊。扮演的時節是大上台嘞，女生的青春很珍貴。我那時候想說是人生1/3都沒了。真嘅啊！太短了吧，人生。當你14歲。我沒有。好啦，唔是計生，唔是計生，也就係書好聽茶。我一下32歲啊。OK， 想叫聲音嘛？我想去叫聲音，我也想去潛入隻客家嘅社會。如果我知道我潛到有共同嘅價值嘅一個社會，那韓國有我一下去要動到嘅像房推啊、茶推啊、房車要繳貸款清貸款，所以我想去伴社會安全感。你看他幹嘛？所以不改用3年就好了。結婚，不送你請到嗎？不過阿魯伊唔係孫中嘅客家人家有講咧。你跟我講是做的。一般嘅客家人。哦，我考慮一下。我考慮。我之前想去買房啊，想要買房嘅啊，我想去前面隻套房啊，做黃金單身漢就好了。不過。我爸爸媽媽就下意識講，未來可能要拖小橋啊，用聲音，那我就一下就去三房兩堂，3房2廳。係啦，就冇買嘅套房。那個還有啊，我滿城嘅茶誒最權。哎呀，我就唔可以對房嘅一個。你來錯題了吧？慢慢，我就本想講，可能未來我要聲音咧，所以我就愛買嘅新車。休旅車。Hellboy，一唔係啊，就係 Hellboy 有 ISO fix， 所以聲音做啲愛用做 ISO fix 唔對喎。所以我知道爸爸媽媽雖然有嘗試會講。冇結婚也冇關係，冇講聲音也冇關係。不過其實因為吸引力法則嘛，佢哋見到嘅講講聲音咧，還有結婚，所以我知道佢哋係喺對你動重要。我相信大家應該也有伴爸爸媽媽對噃。不過你冇按有錢。都聽咗本師太人講，哎用冇結婚，唔講哎你冇法度生出嘅3房2廳嘅種嘅房地產，都洗掉。依然係喊做嘅嘈 hell 掉啊，嘈 hell 明明就係請他上一碗茶誒。你係邊主題係沒怕哥有錢，這有茶咧呢。因為當到嘅時代人唔係當財人呢到底要結婚又冇結婚，你只係為到作秀，唔會睇一看。係冇，該認真看一擺，該種。係啊，就是記住嘅書節咯，根本冇熟識嘅時代已經看到呢個書節，要結婚咧麼？要講聲音咧麼？根本嘅問題哦，根本不在意你，根本冇讓你關心。結果因為我要那個等祭祖啊，等神明，我學東西，我等凍球嘛，差不多8點鐘嘅時間，結果根本落去哦，從慢啲嘛，從那種凍石牌嘅主持人冇埋重點，喺度繼續問落去邊講啊，怎麼幹，死亡 live show。用拄到呢一種時髦嘅 live show 嘅時節，用加上呢一種冇埋熟悉嘅時態嘅門嘅時節，我要總啲飛機關於乜嘅事情？我要總啲用硬機，跟用半機來回答比較好咧。白姐啊，要按呢個時態嘅門，確實你自家心肝都冇高潮啊。
是讲，佢用山门也是应新冠都当冇送送啦。但是法律讲准了哟，假使讲佢系按那个门业时间，你也冇细柔、按激烈、按这种啊，你是还委婉的哦，还温柔的是老师台人讲哦，身份你俩都是台人，你都对我按关系么？我真嘅非常身份感情你的啊，但是因为我哋下透露当到佢做，也当冇限，也冇时间而教那谁冇朋友，但是。我知道，你都當關心我會心嘛，我會答應，好麼？好，咁就好咧呀。太極貼上，複製貼上，是的哈，係得啲哈。咁個對於來講，正經我結婚都係有那啲好嘅素材。我想法老李家較強。結婚其實你愛想嘅事情行加多。除咗有人陪伴。有人做盤，有人做盤，不偏有人讓你照顧。結婚呢，你愛想到兩家人，唔係兩三人老談戀愛冇共用，唔係兩三人，係兩家人。乜嘅事情你都會想到兩家人，有乜嘅事情要討論啊，就是兩家人一起討論。都麻煩。嘿，有些人行家。有嘅經驗，嘿，因為你想講，因為用聲音搞好，唔係講應該起來啊，用這聲音，我就丟給後面三房兩廳養就好了。你自己個開樹讓，你自己做繞而已，你自己會開樹讓呢？人家聲音係你自己用的。今天啊，你當頭見頭會開起來，你自己當厝，係啊，你會想講。冇結婚嘅好處就係，你賺嘅錢做嚟吃咖飯，男朋友呢就唔好，做啲揾配搭男朋友。這樣還好，我要愛自己。哦，要是男朋友唔好就揾一張。他好像在找看護哦。這個看護不行，下一個。這個看護不行，下一個。怎麼有點道理？是發到錢嘅呢？我應該自己要做創作嘅，所以應該知道，自己一三年一懂好，唔想我約那隻什麼出去了就約那隻什麼。意思係講，你要想我結婚，唔過要想我單身，因為你要想我約，誰也冇會出去，親密係重疊，所以你就會變成用埋啲嘛。渣男。冇錯，要結婚咧，唔過要約，誰也冇會出去。嘿，就會黏泡。冇錯，泡。按用你走唔得呢？千萬唔好走。哎，你喊白就會變咗阿路易講嘅，這是剛剛的案例之一，就在講你呢。梗係會聲音啊，聲音不演不白天。兩位真經做真懂嘅就是泡。其實長期安用兩個經驗冇結婚下好，出去傷害人真的。真嘅會吸引哦。不要帶出門，不要把它放怪獸，不要放出來。就三房兩廳關起來就可以了。唔好啊，因為你下嘅時代都錢東難，所以學生嘅某一天做得照顧你，所以我知道你做得都一條用路徑。哦。你路嘅時間做得去帶嘅用路煙啊，就是麻煩。唔會麻煩你嘅經驗啊。做得可以嘅三房兩廳用。你要錢本愛就做得，錢本愛就好。冇按到哦。即個老人家照顧老人家嘅概念，不過你係嘛做得，因為你係大家自家嘅規劃對老嘅世界規劃，本單是用是意識自家嘅聲音嘛。不過應該是個意識聲音嘅可能冇法度，因為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想法，係冇白強你認為咧。其實我非常贊同吉良差嘅想法，用意做唔得放落，完全做唔得，因為假使你看哦，真緊哦，假使你兩萬一哦，我學到人家撩妹子、敗家子，用個啥嚟？你看，我假使到羅還有老去照顧把屎把尿，那自討苦吃嗎？我。假使哦，咩假使係真緊哦，假使我醒啊，成才，成龍，還有成龍，地運動火，用個啥咧？我總得老自家一己之私啊，老記得偷渡嘅訊號啊，記得係去看世界啊，記得去慢來走條路啊，假使偷渡訊號係咪很自私？所以咁講吼。成個佢出世嘅一開始，就係為到我自己嘅一己之私，哎呦，係咪太自私了？你看，自個人全都白，我什麼走自私嘅人？你看，佢哋阿睇會唔會鬧素秋姐姐講？冇，素秋，素秋，你都唔會講。
認為我就係嘅傻皮聲音呢？去看袂懂，我就唔知訴求談到了基本的時節，心情用扮欣賞吼。阿嘉呢，你知道對你來講，容易點樣嘅生活規劃地圖嗎？其實呢，我會先車較賺多一些錢，幫每嘅姑姑時到咯。係個冇生意結婚咧，冇生意要生意咧。結婚係咧冇生意，你冇規劃好。其實係冇生意要生意嘅姑嫂就結婚。嘅錯，人咩唔會本佢容易逢樂，因為我最鬧嘅就會將我一下安尼，我要拿錢賺福。讓你動走搖錢樹。冇錯。嘅最鬧，估數人咩唔會帶你對人嘅聲音。醫生紅街聲音動有感覺。嘅咩？我都是好凶悍嘅，凶悍啦。太上公，要太打工。